大家好，今天是除夕，在岁末年终全家团圆的时刻，我要祝福所有的国人同胞，新的一年平安健康，万事如意。我现在所在的房间是总统府的红厅，在我的背后的这幅画叫做《天佑花莲》。很多来总统府的贵宾都对这幅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它是林心月老师的作品。林老师告诉我，有一次他经过花东纵谷，看到了这幅景色，深受感动，他就决定住下来了，完成了这幅画。2月6号，我们美丽的花莲遭受地震无情的打击，严重的灾情以及人命的伤亡，让花莲人心里留下了恐惧的阴影。借着这个机会，我想跟花莲的朋友讲几句话。我要请大家放心，不论发生什么事，全台湾一定会跟花莲人站在一起。台湾地处断层带，比起其他国家，我们更应该加强我们平日的危机意识。除了推动灾区的复原重建之外，在全国的层面，政府也会持续针对危险建筑进行盘点，加速补强。政府无法阻止地震的发生，但政府能做的是建立一套严谨的防灾体系，把地震所可能产生的损害降到最低。这个工作已经开始了。地震过后，我到花莲2次，我看到国军全面动员救灾，我也看到来自各县市的搜救团队奋不顾身抢救受困的人员。我更看到的这段时间，台湾社会充满了爱和团结。有民宿业者主动开放空间给灾民使用，有民间业者自告奋勇为倾斜的大楼架起钢梁，也有一群年轻的朋友说，他们不会救灾，但他们可以做早餐给救灾人员吃。在灾难中，我们展现互助，把人性中最美的那一面给了彼此。我想要勉励国人，这就是我们的台湾，我们因为团结一致，才不会在灾害中倒下。我希望台湾人民要永远记得患难中的真情，同时我也要勉励国人，不要忘了国际社会在这一次地震中对我们所表达的关心和慰问。今日我们受人点滴，他日我们必当涌泉以报，这也是我们台湾人的真情。在这次震灾中，有9位来自中国大陆的旅客不幸罹难。我说过，在人道救援上，两岸没有距离，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。对罹难者的家属，我们也感同身受，希望在新的一年，他们可以走出创痛，平安宁静。农历春节在两岸都是最重要的节庆，从除夕、大年初1到15的元宵节，有很多非常相近的传统习俗和过年的活动。透过人民交流和媒体的传播，也拉近双方的心理距离。在这里，我要借着这个机会，向对岸的朋友以及全世界其他地方的华人说一声新年恭喜。过去1年，台湾经济的表现让我们恢复了信心，经济成长率超乎预期，出口总额是历年的次高，失业率降到17年来的新低点。前几天，台湾股市在万点封关，这是历史上的第2次。更重要的是，政府和大家正在一起打拼，要改变台湾经济的体制。我们推动5家的产业创新计划，加快产业转型升级。今年启动的前瞻计划，要全面强化国内不足的基础建设，同时扩大内需以及投资。只要产业竞争力以及经济的动能能够进一步的提升，再配合政府所提出的加薪具体对策，我们一定可以摆脱过去薪资停滞甚至倒退的困境，让每一个辛苦打拼的台湾人共享经济成长的果实。我们也会有更坚强、更壮大的实力，来因应外在经济的变化以及风险。我对台湾的未来有信心。最后，我要特别感谢过年期间
持续在工作岗位上为台湾打拼的朋友们，明天就是新的一年的开始，再一次跟大家拜年，祝福全体国人同胞新年恭喜，万事如意。